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西结书第18章。上主对我讲：恁以色列人，哪有即句俗语，讲老爸食酸葡萄，囝儿的喙齿酸软。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我记我永远的活命立誓，恁以色列人袂阁流传即句俗语。每一个人的性命拢是我的，爸母的性命属伫我，囝儿的性命嘛属伫我。什么人犯罪，就迄个人死。若有人正直，行为公平正义，伊无食山头弹、神庙的祭物，无向以色列人的家族神明求保庇，无侵犯别人的某，无甲经济中的富人人同房，无欺压人，将欠债的人抵押的物还伊，无抢夺别人的物件，摕食物互枵饿的人食，摕衫互赤身裸体的人穿，借钱互人无摕利息，无放重利，无做邪恶的事，照公道处理纠纷。即种人服从我的规例，谨慎遵守我的命令，照起工做代志，伊是正直的人，一定会当保存性命。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布：这人若有囝做强盗、杀人，做因老爸毋捌做过的歹代志，食山头弹、神庙的祭物，侵犯别人的某，欺压困苦甲散赤的人，抢夺别人的物件，扣留欠债的人抵押的物，向偶像求保庇，做通掩护的事，借钱互人摕利息，阁摕重利。即种人减会当保存性命，袂伊做遮个可恶的事，一定着死。伊是自取灭亡。即个歹人若有一个囝，即个囝看见伊的老爸所做一切的歹代志，毋过伊家己省察，拢无安尼去做。伊无食山头弹、神庙的祭物，无向以色列人的家族神明求保庇，无侵犯别人的某，无欺压人，将欠债的人抵押的物还伊，无抢夺别人的物件，反倒摕食物互枵饿的人食，摕衫互赤身裸体的人穿，无伤害散赤人，借钱互人无摕利息，无放重利。毋过有遵守我的命令，服从我的规例，伊袂因为伊的老爸所犯的罪死，伊一定会当保存性命。伊的老爸因为欺压人、抢夺别人的物件，伫人民中间做歹代志，伊会因为家己犯的罪死。恁得问，是安怎后生无因为老爸所犯的罪受刑罚？我的回答是：后生做公平正义的事，谨慎遵守我的规例，伊一定会当保存性命。只有犯罪的人着死。后生毋免为着老爸的罪受刑罚，老爸嘛毋免为着后生的罪受刑罚。正直的人要因为做好得到报赏，歹人要因为做歹受刑罚。歹人若悔改，离开伊所犯一切的罪，谨慎遵守我的规例，做公平正义的事，伊就通保存性命，毋免死。
伊所犯一切的罪，拢会受赦免。伊要因为伊做的好事，保存性命。歹人死亡，检是我至悬的上主所爱，毋是。我检毋是爱因离开歹路来保存性命。正直的人若离开正路去做歹，甲歹人共款做通厌恶的事，伊检会当保存性命。袂当，伊早前所做的好事无准算，伊会因为悖逆犯罪来死。毋过恁讲，主安尼处理无公道，以色列人注意听，我安尼处理无公道，恁才是无公道。正直的人若离开正路去做歹，伊死是因为伊做歹。歹人悔改，离开伊所犯一切的罪，做公平正义的事，伊要救家己的性命。伊省察家己反悔，离开伊所犯一切的罪，就会当保存性命，毋免死。以色列人啊，恁讲，主的做法无公道，恁想讲我的做法无公道哦？恁的做法才是无公道。所以以色列人，我至悬的上主安尼讲。我要照恁逐个人的行为审判恁，恁着悔改，离开恁所犯一切的罪，才免恁因为家己的罪受毁灭。着放下恁所做一切的歹事，换一粒新的心、新的神。以色列人，恁是安怎爱要死？我无爱有人死。恁悔改就会当保存性命，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布。